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文文啦。今日有好嘢介紹俾你哋。嗱，大家聽過啦，喺九龍10號距離嘅裕一，相信大家都聽過或者去過。究竟新界西有邊一個站係地鐵站上蓋10步到位嘅呢？文文今日特登帶大家去睇下。呢一出鐵路盤10步就到，就係柏龍啦。Hello， 10步完咗，我哋就嚟到柏龍啦。柏龍嘅發展商為中國海外、順治同嘉華，而柏龍係分為2期，共有9座，提供1520個單位，面積為339尺至到977尺，而小學校網為74校網，中學校網為元朗區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入去即刻睇下。一轉眼就上到嚟7座 A6 單位，實用面積為767尺，3房1套加工人套嘅間隔，一個長形嘅 L 廚房，係今次招標嘅其中一個戶型。呢一個低密度嘅鐵路盤喺市場上可以話絕無僅有，可以話係手快有手慢冇。而今次招標嘅大單位當中，全部都係最靚嘅來源景觀，由著名設計師設計17萬尺咁靚嘅會所，都可以話喺新界西嚟講，可以話係數一數二㗎啦。一望出去就係來源前景，而且單位間隔方正實用，浴室企缸浸浴任君選擇。買柏龍除咗自住享受之外，投資價值亦都非常之高。今日買柏龍現樓已經比之前成交平咗2成，仲有未來嘅發展呢？無論北環線、中鐵線同埋西部鐵路都係非常之值得入手嘅。想了解更多，記得私信我啊！